会，没有感觉，有点痛痛的。没考虑过哎，就是要，对，有的打就是要打。专家有说，如果有打的话，会他们假设得到 COVID-19 的症状会比较轻啊。我们现在打都是小朋友的5到11岁的儿童的疫苗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学校也在停课，那其实家长可以利用我们在注射站的时候，在这个比较气氛比较氛围比较和缓、比较舒服的环境下施打疫苗。因为小朋友打疫苗，家长会比较谨慎一点，会多询问医生一些问题。那医生很耐心的去做解释，所以这个部分会稍微久等，会稍微再等一下的时间，但是家长都可以接受。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呼吁家长就是说目前为止，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辉瑞都没有疫苗不良反应我们期待他们都是很平安的那所以说先前对于莫德纳的误会以及排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冤枉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家长还这个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早点有保护力那是越早越好因为如果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施打也超过1个礼拜了所以说这一个多礼拜都没有这个不良反应那希望但是保护力第一剂的这保护力已经有了陆续在2个礼拜后都会有那所以早一天施打早一天有保护力，那能够这个对抗疫情的这个高峰。我们现在目前施打已经24000剂莫德纳，22000剂辉瑞疫苗，总共合起来46000多剂已经打出去了。这个年龄层总共有11万人，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剩6万左右，6万多11万，陆续还会再施打所以说这个疫苗绝对够，大家放心。但是不，这个就是希望您赶快预约赶快有这个保护力，不必去半夜排队，也不必去这个提早卡位那这个家长爱护孩子的心理，我们都可以了解只要轻轻松松的上网预约，然后去可以打疫苗，可以看卡通，孩子们就比较开心一点。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但是这礼拜对3768例，计讲2503例疫情有下降的趋势。不过对确诊死亡的比率来看，75岁以上长辈上悬，其次是65岁到74岁。为了鼓励长辈注疫苗，提升保护力，台南市长黄伟哲宣布，只要5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当中，65岁以上以及55岁以上有关自民身份的市民，有注第3剂甲第4剂，拢有机会抽奖。奖品对汽车、电动机车、黄金到电冰箱拢有。只要涉及在台南市的年长者，他在6月27号开始，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只要去施打第3剂或者是第4剂的好朋友，都可以符合资格来这个参加抽奖。那除了可以获得这个政府所这个赠送的500块礼券之外，还有2剂的这个快筛这是不用抽奖的。那如果说要参加抽奖的部分你除了拿到快筛拿了500块之外，可以参加抽奖。每条强调，长辈注疫苗保护家己，除了免费领快筛500块的奖金，现在更有机会摕大奖，请市民透过台南注疫苗系统来预约。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流浪狗伤人的事件不时听到，台南市客家区一名20多岁郭姓女子，在2月5号暗时下班要回去厝的途中，突然间叫一只流浪狗对路边冲出来，弄到乌托邦，造成重伤昏迷。
对机车的车头被弄甲斩破，顶面还阁留有狗仔的狗仔毛，可见当初弄着有偌大力。对此，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甲当地议员蔡秋兰、彭一峰、甲陈坤和上午嘛特别前往伤者的厝内慰问，并且递赠慰问金，希望过小者会用平安度过难关。台南市今年发生野果追逐骑车的人士呢，致人死亡已经有发生多起那也有多起呢野狗咬伤老人或者孩童，甚至百姓呢住医院重伤的或者受到伤害的也不凡其数众多了那今天呢发生这个事情呢，24岁女孩子刚青春那发生这种事，现在还在加护病房呢还没有清醒那台南市议会特别来加以慰问。那我们未来呢当地的议员，包括陈坤的议员方勇议员、蔡秋兰议员呢他们都要共同来提案，是不是找个适当的地点呢，让这个流浪狗呢集中起来做个安置的这个地方呢以减少未来人员死亡的伤害这个市政府应该严加去寻觅适当的地方来做个适当的处置。我们台南市议会站在这个立场，绝对要严加的来督促这件事早日来完成，以保障人民生命的健康。希望政府你唔能够保护人，迄个狗你要保护人民，你这迄个都伤害到咱人民，所以爱就迄个会当处理，看要安怎处理郭小姐因为脑出血，经过手术后，目前还阁昏迷，家属反映，因为当地鱼仔多，野狗嘛多，希望政府保护人民，要赶紧来处理流浪狗的问题。对此，议长回应，会提案要求市府加速来找出适合流浪狗的收容场所，避免流浪狗伤人的事件一再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代表国家到美国留学，成为台湾第2位对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胡家琪，主要是台湾之光、台南之光。28号伫父母陪同，嘛以杰出校友的身份回到母校德光高中，捐出伊第1份军官薪水来感谢学校栽培，场面相当温馨。一路上，指导伊的导师甲主任嘛拢出面欢迎，学校各社团干部嘛致敬纪念品。相当骄傲，咱拢是德光的一份子。就是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传承，因为2个姐姐也是之前把第1份军官的薪水，捐一部分给自己的母校德光中学。那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为，因为母校栽培我们这么多年我也是6年直升德光中学。那我非常的感谢德光提供给我这么多的机会，还有栽培，成就了今日的我。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回馈社会、回馈自己的母校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一个作为。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家三姊妹拢就读德光中学6档，将宏伟的教育甲国际游学的舞台，互伊不只是课业，更自信行出家己的路。所以嘛，走出勉励学弟妹下定决心，勇敢实现家己的梦想。那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平行移动的能力，并且扩展我们的国际视野。想要跟学弟妹说的是，可能在一路上这6年来在德光中学这些求学的路上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挫折。那当初我也是有很多的彷徨不确定，但是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到，那就可以慢慢的逐梦踏实。培养国际人才是德光中学多年来主张，所以前校长甲现任校长乐意我家3姊妹为骄傲，见证德光多元平衡的发展才华。特别的祝福哈，我想胡家哈，他们3个孩子，3个姐妹，都给了德光6年，那这一路成长，你看到了胡家的教养。我们也该跟你父母学习，真的是。那我们学校好多国际的活动，觉得胡爸爸、胡妈妈真的很有远见。在学校呢，从他国中开始就参加了中山团，还有呢爱尔兰团，还有很多的苏格兰团，都是跟着学校到外面去见识。那另外呢，校内的一些活动，他也
就是参加得很积极，代表学校去参加演讲比赛啦、歌唱比赛啦，甚至游泳队、田径队，哇，那真的是各项的才艺竞赛他都有涉猎，而且呢，都真的是扎扎实实的学习，真的，佳琪，我们以你为荣。胡佳琪的表现，除了为家己、为家庭，嘛为母校、甲国家争取上好的荣耀。台南新闻军籍杨顺怀采访报道。迈入第2届1级玩家2.0这场登录计划，今年有156位学员完成训练，并在26号的毕业典礼中为学员安排模拟面试，而且面试官拢是顶顶有名企业甲单位，参像是家乐福、莱尔富、国家高速网络甲计算中心、诚信实业、华泰电子、利耀运动健康管理、福尔摩沙游艇酒店、老爷行旅、台湾希望创新公司、大成长城等知名企业所组成的企业董事群，为学员指导面试时，为何种仪容、自我介绍到问答等面向的建议，让学员提前感受到正式面试的种种。过程中，甚至有学员当场被企业录用，成功展开这场新生活。经过3个月的培训课程之后，现在每个人软实力还有就业力都提升很多。那藉由今天跟厂商互动，也可以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所以我们欢迎各位青年朋友，不管你是应届，或者是即将升大4，或者是已经毕业尚未找到方向了，欢迎跟云嘉南分署的 YS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多联系。我们有精彩的课程，有职业训练，有企业参访，有面试模拟，还有就业技巧。我们的课程非常的丰富。劳动部发展署分家人分署青年职业发展中心1级玩家2.0计划，为学员规划真侪实用的课程，加强学员的面试软实力。参加这个课程，其实对我来说，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那也希望说这些东西在未来其实可以成为我的一些职场上的助力。像是我们做了很多像 CAPS 分析或者是简报的一些教案，那这些其实在未来都很有用。所以参加这场研习对我来说，我学到很多东西。YS 中心其实它在年轻人的这个探索自我的部分，它有非常多的课程以及活动可以参加。那这个部分是当初我来到 YS 参加这个活动的这个主要目标，因为我在可能职涯方面，或者是说我不够认识我自己。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我YS 这次提供了给我非常多的帮助。他所教学的是在学校里比较难学到的举凡你履历怎么写然后你面试怎么做然后你有金融相关的知识吗这些是我在学校里面我很难去接触到的，所以帮我补充了很多新知。分署长刘邦栋表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1级玩家这场登录计划课程非常丰富，而且只有不断充实家己，才会当充分准备好迎接求职挑战。也鼓励毕业生将 YS 的课程分享出去，让更多找无方向的人知影。也欢迎社会大众爱多加运用政府的资源，踊跃来上课，为家己增加竞争力。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基比医学中心急诊部医师刘佑章表示，近年来经食道心脏超音波伫个国外渐渐被应用伫个动静的急救，尤其病人伫个到医进前停止心跳，心肺复苏术的按压位置是毋是正确，将影响到病人急救的成功率。对此，基比医学中心伫个急救时，结合经食道心脏超音波的扫描，和停止心跳的病人整体存活率，对2019年的9.8%，提升到2021年16.51%。过去的研究呢也告诉我们大概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病人呢，按照这个建议的位置来执行这个心肺复苏术 CPR， 这样的按压位置呢，可能不恰当，有可能会压迫到他的这个心脏主动脉的出口，导致他在循环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循环的血流变得比较差，那降低他的这个急救的存活率。那
最近呢，我们就开始应用到这个经食道的这个心脏超音波，然后那借由这个病人的嘴巴呢，把这个探头放到病人的食道当中。那因为心脏呢就在这个食道的正前方，我们可以在急救的时候持续对心脏做观察，它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视觉化而且立即的回馈，告诉我们这个 CPR 按压的位置是不是正确的。那如果不正确呢，也可以马上去做调整，然后那这可以增加我们在急救上面的存活率。那此外，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急重症的诊断，包括非常危急的这种主动脉剥离跟急性的肺栓塞，那还有这个一些瓣膜性的心脏病，缩短病人到接受紧急手术的这个时间。医师强调，就算病人恢复循环的心跳，并无代表抢救生命的工作结束，后续阁需要跨团队的整合照护，包括心脏血管内外科、加护病房的复苏照护。加目标体温的控制，甚至后续的复健，加精神科的完整身心复原等，目的除了让病人保存性命，另外嘛要有健康的心灵。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感于媒体环境的改变，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除了在儿少优质节目甄选上加入多元媒体参与，近期更设计了新的 logo， 传达基金会的理念，并且以多元方式让媒体识读教育变得更加有趣。马是送哟，休蛋起来，吃播竟然也是媒体。所谓的媒体是借由媒介把我们的讯息、意见、趣味、娱乐传播出去，像是我用脸书、IG、抖音、YouTube、Twitter， 嘿，降落。在我后方这个其实是我们1999年成立之后，媒观的一个 logo， 它其实就是眼睛，一个很明显就是回应我们 watch 监督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后来呢，今年刚刚讲组织在慢慢因应多元媒体的这个转型，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媒体政策的监督就是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用眼睛作为一种意象，我们开始用这个新的这个 logo 是4种不一样的颜色的，这个是电视 bar 的这个颜色，然后把这个眼睛镶在这个 logo 的中间，所以表示第一个就是我们看的意象是更广了。好，那眼睛是在核心是在中间，那不只是让民众希望用眼睛看，而是透过不同的平台里面，我们其实事实上都要去注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想要再把我们在基金会做更进一步的发展里面，能够做一些转变。那当然，这个颜色的转变也代表基金会不是只有在过去这个着重这个3个点，就是媒体素养教育、媒体监督跟政策倡议之外，我们希望多一个跟群众更积极的互动，所以我们会有这个教材，这个教材即将在规划生产第2套，制作就编写第2套，这个其实都是青少年喜欢的颜色，非常的丰富。我们呢在这个7月份的时候就会有一套媒体素养教育的桌游发表。这个是跟假讯息有关，那刚好我们都知道台湾最近又要选举了，所以里面其实就是会跟选举有关，选举的时候非常多的这个假讯息、假消息满天飞，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桌游可以这个上市，在市面上就很多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可以作为这个素材。我们也会拍很多影片、短音频的这个影片，3到5分钟的，包括配合动画的，我们跟一些知名的 YouTuber 合作，非常的有趣，去介绍这一个什么叫做媒体素养教育。所以在跟着我们的形象 logo 转变里面，就是意味着更多元的、更接地气的，希望跟民众有更多的互动，不是在透过演讲、透过硬邦邦的上课来推广媒体素养教育。所以这个都是因为因应形象的这个 logo 的改变所做的这一些更创新的一些发展。成立于1999年的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是由一群传播学者与实务界人士组成。除了致力推动媒体素养教育、监督媒体政策，更结合民间与政府力量，深化媒体改革工作。媒观推动媒体素养，然后倡议媒体政策。那另外呢，媒观也投入了包括媒体环境的监督跟改革，包括能够促进商业媒体环境的一些改善。过去20多年来，包括媒观在内的不少媒体公益组织以及媒体产业界的
朋友，包括中嘉媒体集团，那大家用分进合集的方式投入各种资源，包括开发新的教材，然后能够去推动媒体素养到不同的社区，以及针对像是社区大学，还有不同年龄层的学生跟老师，我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去推动媒体素养的这个教育。多元化媒体时代，各种假讯息与传播乱象充斥。基金会透过媒体观察与监督，竭尽力量拨乱反正，为台湾社会带来更美好的未来。记者李习慧台北报道。一只只用优格与超多样的印度道地香料长时间腌制的鸡腿，红彤彤的外观，光是看着就很能挑起食欲。料理前抹上一点油后，串在铁杆上，放入火热的柱状土窑炉中烤香。这道经典的印度国宴开胃菜坦都里烤鸡就完成了。坦都里鸡腿我们有刀腰那个是鸡腿回来，那个腰那个蒜头那个是姜要一起到24个小时。然后腌制完成之后呢，会再拿出冰箱来之后，会用坦都窑传统的坦都窑下去串烤。然后串烤大概10到20分钟，然后它吃起来就是有很重的辛香的味道，香料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里面的肉汁都锁在里面。而尝完了开胃菜，接下来当然就要来份道地的印度咖喱。老板推荐的羊肉咖喱也是使用了丰富的辛香料作为基底，但却出乎意料的一点都不辣，而是有着温和的口感以及多层次的香料风味，配上用烤炉制作的酥脆烤饼沾着吃，让人停不下来。我们做那个是羊肉中的香料咖喱跟双味的烤饼。哎呀，都是我们目前就是蛮多客人会点的。那羊肉这种香料，它里面就是用了很多种的香料下去炖煮。哎，然后那个蒜味烤饼，它有那个蒜味跟其他香料的一个辛香味道。老板所推荐的餐点都不是台湾传统印象中让人辣到冒汗的印度料理，而是更温和、更深厚的风味。而这就是北印度料理的风格，虽然在台湾比较少见。但老板说，这在他的家乡可是非常 international 的。北印度是有比较 international、比较国际的是菜，有你也去那个 Japan， 你也去美国，你也去英文，那个你去新加坡，你去马来西亚是全部是北印度比较多菜。因为北印度料理它会用更多的香料，相较南印度料理，那南印度料理会单纯就是比较重辣咸，对，所以其实，在台湾应该很多。如果我们推广北印度料理的话，应该是很多人会接受的。但其实台湾北印度料理的餐厅比较少，所以老板也是希望透过这间餐厅去推广北印度的一些香料文化。这间店的印度籍老板与厨师因为志同道合，决定创业，不走一般餐厅迎合台湾人口味的路，而是坚持最正统的印度料理，让台湾人领略香料的世界。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